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3年2月7日。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05节到112节。列王记下卷23章第1节到第8节，21节到25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改革。咱讲改革、改变，总是予人感觉无爽快、无介意，甚至感觉到讨厌。迄是因为改革必须爱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就亲像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28节的经文所讲的。我捌谨慎因做群除、拆毁、推翻、破坏、甲消灭的工作。我嘛照安尼要谨慎来因做栽培甲建立的工作。改革是一种必须爱经历拆毁，然后重新建立的过程。咱比较较土的讲法，这个过程就是疼。因此，大多数的人拢无介意改革，常常听人讲就安尼就好啊啦。也是有人会讲这就是阮的文化啦。也是讲阮拢用经常安尼，已经安尼几十年啊。无改变、无受改革，是一种会通讲是上爽快的状态啦。但是却是上歹的一个情形。真侪人无需要改变，甚至咱讲被逼的改变。最近有听到朋友在分享。有朋友因为身体非常的无爽快，就被逼到伫病院检查了后，发现得着癌症第4期。后来才知医生判断伊会当接受着特殊的标靶治疗，而且佫真有效果。经过一段的疗程了后，伊必须爱开始来自费，这每一摆超过7万块台票的这个治疗的费用，这个人就决定无搁再接受治疗。又搁安尼过了一段时间了后，经常发现莫名其妙的头晕、头痛、跋倒的情形。几摆紧急送医了后，就发现癌细胞其实已经转移到伫脑部。这种情形通常发生伫这种抱着这袂是我啦，迄种无检查就无代志啦，讲自费足贵的啦，我要省寡钱啦，治疗真麻烦啦，这种心态的人的心情。安尼的人其实伊真满足伫自我生活的环境内底，因为伊目睭早咧啥物拢看袂到。因总是认为无改变就袂会有代志，所以嘛无爱检查。无改变其实袂讲无有代志，只不过是会发现的时阵就较慢，而且会安尼一发不可收拾。面对困境，追求救恩，其实嘛是类似。咱袂当自我满足，伤过头这种自我肯定，咱必须爱有迄个自我的觉察，愿意被改变。亲像面对医疗的疗程共款，去检查、去发现、去治疗。以色列人面对亡国的困境，伫约西亚王的时代，
也因为整建圣殿来发现着上帝的律法书。约西亚王就调集并且带领以色列人来改革。照着圣经的记载，安尼讲着约西亚王调集着犹大甲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一齐去到伫圣殿，还佫有祭司、先知，所有的人民，无论好野善，拢到伫圣殿。王伫因的面头前大声来宣读迄伫圣殿内底发现的约书。王徛伫大旗条的边仔，上帝立约，要爱听叹伊一心一意遵守伊法律的诫命，并且实行约书顶悬所规定的命令。所有的人民拢应答遵守这个约。但是约西亚吩咐希律家大祭司甲伊的助理祭司，要伫圣殿门口伫办的警卫，爱将圣殿内底所有来拜巴力、拜阿舍拉女神、遮的神的器物拢搬出去。王伫城外吉林谷边仔，将遮的物件拢烧掉。然后叫人将迄个火带火带到伫即个伯利恒。伊改革对犹大遮个王所立遐的犹大甲耶路撒冷附近城镇的神庙顶悬献祭物的祭司，甲所有巴力、太阳、月亮甲星所献祭的即个祭司。伊阁对伫圣殿内底将阿舍勒女神的上半走带到伫城外吉伦谷来烧掉，弄喙诚做符，也伫公共的坟场。伊拆除神庙的南墙基的圣殿百占的厝，就是妇女编织拜阿舍勒时所穿迄种袍的所在。伊将犹大各城的祭司带到伫耶路撒冷，迫害了全国各所在献祭的神庙，也拆毁城门边献山羊粿的这个神庙。这个神庙就是约书亚市长建筑的，伫进城大门的旁边。咱看见约西亚王伊的作为，就是咱现代咧讲的除偶像，亲像咱现代台湾第一代信徒，因的厝呢会因为接受着福音的救恩了后，来执行家庭的除偶像，用安尼来告别家己改信的决心。约西亚王就是拄起偶像崇拜者的器具，废除全以色列内的异教的崇拜。迄是因为伊决心要来遵守上帝的诫命。约西亚王是透过命令来要求人民照着约书，就是迄个律法书的要求来实践。伊要求全国的人民拢得爱专心来遵守律法。圣经安尼记载，为了要实施希律家大祭司伫圣殿发现迄个册圣顶悬所写的法律，约西亚王将耶路撒冷甲犹大其他所在所有的通灵者、算命的一切家族的神像、偶像，以及一切异教崇拜的物件，拢除去。伫进前，无有一个王亲像伊安尼尽心尽意尽力来侍奉上帝。遵行摩西所颁布的法律，伫伊以后也无有一个王亲像伊安尼。相款的，伫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的中间，安尼讲着。既然上帝任命咱将这个任务交予咱，咱就毋通灰心失志。
咱放弃一切暗钱通好厌恶，无做诡诈的事，也无曲解上帝的话。伫上帝面头前，咱公开显明真理，用家己的行为来启发每一个人的良心。放弃了一切暗钱、无念体的事，这是一个改革的过程。一个人就真无愿意安尼改革，亲像保罗伫这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的教示。无论是什么人，一旦有基督的性命，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啊，新的已经来临。这就是保罗甲约西亚王所坚持的同款，就会放弃过去生活中间的黑暗，来行往未来的光明。圣经讲，即使咱所传的真恶直明白，迄只不过是行往灭亡的人，因才未明白。这人毋信，因为这个世界的神明将因的心眼用青明，互因看袂到福音的真光。这福音是有关基督的荣耀。是基督，是上帝的真相。咱所宣扬的，毋是咱家己，咱只不过是宣扬耶稣基督是主。为着耶稣的缘故，咱做伊的仆人。迄个吩咐有光对黑暗照出来的上帝，也就是用光来照咱内心的上帝。伊互咱认捌上帝的荣耀，照光伫耶稣基督的面，亲像接续的经文安尼讲，咱的一生常常为着耶稣的缘故，无着死亡的危险，为着要互伊的性命会通伫咱这一定会朽烂的身上来显明。这就是讲，咱常常面对死亡。恁却因为安尼来得到生命，安尼改革被改革是生命更新所需要的过程。因为有安尼的过程，咱才会通活出新的生命。伫教会的起造，生命的起造，咱必须爱归零来重新重建。基督徒需要好好来领受上帝的救恩，互基督的灵进入来改变、改革咱。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正的判断，我决意要来遵行。我一定要安尼来遵守。我受到极大的苦难，上帝啊，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上主啊，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恶乐，佮将你的规律教示我。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犹豫无袂记得你的律法。歹人设罗网要害我，犹豫我无偏离你的律例。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因为这个是我的心所意爱。我全心归往你的命令，永远存叹，直到生命结束。感谢上帝赏赐人民的救恩，无因为阮的不义来弃绝阮，反倒当赏赐满满的主爱甲恩典。感谢主，互阮会通改革阮的生命，哪来哪参像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